即係球隊嘅默契喺度提升緊。9人輪換嘅廣東隊最終戰勝咗衛冕冠軍廣廈，打破埋對方主場不敗金身。賽季2次交手全部贏波，廣東全場領先冇落後過。數據話俾我哋知，贏波關鍵係命中率同利用對方失誤得分，特別係平咗賽季第2高嘅3分命中率。整體命中率比對手高咗16個點，3分高20個點，而31個籃板球就係賽季第2低，比對手少咗12個。乜嘢意思？只要命中率自己夠高，限制對方夠低，就可以抹平籃板嘅劣勢。咁就係1攻1防嘅事。自從同四川隊艱難咁打完嗰半場之後，廣東隊開始改變輪換。近9場，廣東隊場均27次助攻，而之前29場平均21.8次，特別係第2階段嘅前8輪只有20.3次，即係球隊嘅默契喺度提升緊。場上體現就係停球次數少咗，進攻走位絲滑咗。提升嘅關鍵係縮短輪換，唔再用一套12人輪換，正常9人輪換，每個人都有固定嘅角色，唔會困惑。咁當然呢個包括咗外援少咗一半啦。最近3場啦，麥高爾嘅出場時間提高到分別係43、27同32分鐘。佢亦都更加知道自己喺呢一套體系裏邊要扮演嘅角色，防守同喺一啲進攻不暢嘅回合裏邊攻擊籃筐，爭取上線罰球，仲有3分。佢唔一定需要3分百發百中，好似呢一場5中2，對方嘅防守已經好迷茫，亦都睇得出麥高爾佢係有增強到自己嘅3分投射訓練。而昆恩嘅3分準星亦都係關鍵。呢一場7中5 71.4% 嘅命中率係晴雨表。呢個賽季佢3分命中率達到或超過50%嘅9場比賽，贏咗8場。喺進攻部署上面咧，廣東隊通過持球一側嘅高效擋拆，等對方要抽調人員嚟補防，再轉移去另外一側嚟創造空間，而且打得好大膽。咁仲針對對方嘅國內內線嚟到製造錯位。而喺防守上面，上一條視頻我哋提到嘅大延誤，廣東隊都有用，但確實係加強咗罰球線嘅攔截，等另外一側外線球員嚟到搶斷罰球線，特別係針對一啲比較明顯嘅對方嘅內線要出迎接波嘅節點，都會見到廣東隊嘅積極搶斷。全場正負值最高嘅係黃少傑，佢可以頂住胡金秋，仲可以創造順下得分，呢個就係點解第4節佢可以打滿10分鐘。廣廈嘅3分命中率唔高，當然都係一個因素，但廣東隊要做嘅都做好晒，防守跟人積極，補防及時，每個人都走快2步，永遠喺對方嘅身前嚟到干擾，加大對方投射難度。賽季最後2個主場對手唔強，不過廣東隊要考慮嘅問題唔少。而家呢套陣容咧，只要唔打內線強隊，人員啱啱好，時間啱啱好，化學反應亦都啱啱好。如果蘇寧加同森拿回歸，打內線強隊好似都仲係難。咁係加長輪換定係輪休呢？